蔡康永的情商法3，你願意，人生就會值得。第二部分，懶很好。第二課，我佩服更好，但我喜歡的是更好過。從一切發展嚟睇，人類一直都係似乎想變得更好，但係實際上我哋只係想變得更好過。持續咁去做一件事，第一步之後跨第二步，第一日之後持續到第二日。與其去諗係為咗更好，不如諗成係為咗更好過。唔少人設定目標嘅時候，係照住讓自己變得更好嘅向往去前進嘅。練語文、學投資、保持運動、拓展人脈，應該都係為咗讓自己變得更好、更加優秀。但係我哋真係乜嘢都咁上進咩？我哋係人類，從一切發展嚟睇，人類一直都係睇起嚟想變得更好，但係實際上我哋只係想變得更好過。點解發明咗車轆？因為我哋想搬嘢嘅時候慳力啲咯。點解喺食嘢嘅時候要加啲鹽又或者加啲糖？咁樣係因為好食啲咯。我哋為咗將日子過得舒服一啲，往往都願意付出非常大嘅代價，用真金白銀去買絲綢，甚至為咗香料燃料去發動戰爭。呢啲都唔係為咗讓人類要變得更好，而係為咗讓日子變得更好過。呢啲係本性，我哋願意為好過付出代價。想象比較好過會更有動力。如果係為咗變好而設定目標，就難免會訴諸好多唔係我哋本性嘅嘢，比如話係理想、紀律、上進心、自我要求。呢啲字眼雖然成日都會聽到，但係聽到嘅時候，多數都係被教訓嘅時候。我哋撫心自問，平時冇事，絕對係唔會同自己講呢一啲字眼噶。偶爾節食失敗又食宵夜，又或者仲未儲到要儲嘅金額，就好不幸咁將全副身家都使晒嘅時候，我哋確實會喺心裏面自責幾句，點解咁冇紀律㗎？真係好唔上進啊！但係咁樣自責嘅同時，恐怕亦都少不免浮現出另一個自己，鬆下個膊頭，然後安慰自己，咁樣都冇辦法啦，下次再加油啦。要憑空想象自己變更好，確實係諗唔到出嚟㗎。但係要想象自己嘅日子過得更好，好容易就會有畫面㗎啦。着住剪裁好靚嘅衫，開住一架非常之正嘅車，去約會嘅時候食啲比較講究嘅餐廳，而同外國人傾偈亦都可以談笑風生。用呢啲比較好過嘅畫面嚟當成動力，會更加有動力去踏出第二步、第三步。驢仔面前都掉一個紅蘿蔔啦，而唔係鞭打佢呀。當然一定會有天生聰明嘅人，能夠用自己紀律嚟約束自己，中意想象更好嘅自己，而唔係更好過嘅自己。對於咁樣嘅你，我亦都好榮幸可以喺呢度向你表達佩服，亦都請你體諒一下我哋呢啲意志力薄弱嘅人啦。日子最好係我哋願意過嘅日子，而唔係師長勸勉我哋過嘅日子。過起嚟要感覺到值得先得㗎。